大家好，我係香港斯特漢樂維健。過去超過40年同蜜蜂劍打交道嘅日子裏面，從來冇諗過點解對啲小東西咁有興趣。當然，工作維持生計係必須嘅，但係40年後對蜜蜂劍嘅改進研究仲係停唔落嚟。我估計係另一股力量嘅推動，就係能夠幫客戶解決問題嗰份成就感推動我。每次幫客戶解決咗問題，睇得出佢哋個興起躍湧，實在難以描述。咁亦都產生另一股力量，令我喺離行堅持。偶然睇到電視訪問名人，大眾對佢經營嘅超市價格有意見，係因為佢要向股東交代，我都不禁問自己：我做好工作向邊個交代？答案馬上出嚟，向客人交代。所以由嗰陣開始，斯特漢嘅經營方向就係盡力滿足客戶需求，需要能夠維持廣泛而深入嘅客戶群。同客戶閒聊嘅時候，想知道佢哋對斯特漢有乜嘢感覺？答案真係令人動容，誠實可靠。即使係遠自美國嘅客戶都咁樣講，個人感覺十分滿足。對公司嘅期望除繼續呢個方向外，仲要喺開發產品嘅技術上不斷提升。我覺得更加重要嘅係人才培訓。喺過去大約20年嘅時間裏面，我馬不停蹄咁帶領技術隊伍跑遍大江南北，去到唔同嘅企業做技術培訓。有關培訓材料亦因應現場反應同事後檢討不斷改進。當遇到新問題、新意念嘅時候，我都會對內容進行修改，包括我自行整理嘅蜜蜂劍手冊，綜合唔同牌子嘅設計，掌握咗對蜜蜂劍應用要求嘅系列數據，甚至可以對唔同國家或者地區嘅使用標準，按實際使用出現嘅問題作出評價。加上嚟到2025年後，睇到世界政治形勢急劇變化，感覺到國家變得強大，中國人再唔使卑躬屈膝啦。不過我記得偉大嘅中華文化時刻提醒我：滿招損，謙受益。我亦希望祖國嘅青年人繼續努力，所以我決定再一次整合資料，除咗編輯蜜蜂劍手冊嘅手機版外，亦開始重寫過往嘅蜜蜂劍技術培訓講義。喺呢度同大家分享，請各位訂閱同分享，我希望能為行業的發展出一分綿力。係啦，唔好唔記得斯特漢蜜蜂劍手冊，有位台灣同行朋友話俾我知，呢本係佢見過嘅第一本使用中文嘅蜜蜂劍手冊，之前佢都只能夠睇到德文和英文嘅。請分享及留言，我好快返嚟。